伫咧前几天呢，这高雄马头山有一只梅花鹿，互规定的龙洞犬攻击。昨居民发现讲，这只梅花鹿已经重伤死亡啊！地方民众就讲是因为有人去饲这个狗，害这阵狗真正变作是狼群狗党，而且这阵龙洞犬呢会掠人也个掠车。虽然农业讲要去甲猎，不过民众上界烦恼也是有人无爱饲着，就拼来吃，一直饲这个狗，也若这龙洞犬的问题就袂断尽。互几落只龙洞犬攻击的梅花鹿落落水底海，民众想要阻止，嘛烦恼去互狗仔攻击，唔敢活。梅花鹿家己脱逃离开，煞伫3月1下晡，互民众发现已经死亡。所以就变成最后好像有大概10来只吧。梅花鹿的身躯真侪伤痕，死亡地点附近出现狗仔甲鹿仔的脚印。龙洞犬规定伫马头山困扰地方超过3年。那个一群狗10几只就冲过来啊，把我那个小朋友。跟那个咬啊，我赶快扑过去啊！大家都有检举，也有跟他上法院，他没有办法改善，就是没有办法啊。因为也互拉力去互龙洞犬咬伤，社区居民认为弃养甲饲养是主要的问题。那也不是只有梅花鹿啦，还有白鼻心嘛。那你看这一次的事件当中，我觉得它已经是造成很大的一个隐忧。好好的来对话，而且好好的面对真相。从源头管理到末端的减量执行的这些真实的量能的状况，否则两方无止境的谩骂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。市政府连续几天拢有劝掠狗笼啊，这几天嘛派人加强围猎。不过动保团体认为，龙洞犬处理态度应该爱同款，袂当干那中央立法地方煞无严格执行管控，嘛建议动保野保团体透过对话找到较好的做法。记者采访报道。